套戲一開始鋪排就營造萬子瘋癲嘅狀態，佢為咗親手幫張衛健個侄做手術，虛報氧氣輸送系統損壞，勒令停止所有手術工作，阻止其他醫生同張衛健個侄做手術，又試過反鎖手術室24小時救一個死人，違背家屬意願冇簽同意書，強行施手術。得利是，應嚟嘅嚟，應走嘅走，來自何方歸主何方，塵歸塵，土歸土，手錶戒指歸當。萬子過分熱心，嗰種執着令人覺得佢係癲嘅，而劇情嘅遞進慢慢改變觀眾對佢嘅睇法。觀眾反而對老人家呢個角色嘅印象好模糊，連佢公司班老臣子都未見過佢一面，淨係知佢病重，屈係房門外彌漫着刺鼻嘅藥味，可算生人勿近。觀眾唯有靠把聲辨認老人家係邊個演員做，編劇特登用其他角色留低線索。老人家嘅醫生透露佢有成300磅，等觀眾知佢唔單止老，仲好肥。老人家嘅角色就好似貓和老鼠部卡通片入面貓嘅主人咁神秘，而老人家同張衛健嘅關係就更加耐人尋味，同佢素未謀面，但特別優待張衛健，對自己個侄都無咁好。但係張衛健單純認為自己有才，老人家先會賞識佢，殊不知老人家就係佢嘅殺父仇人。肥貓正式出場，居高臨下，氣場十足，凸顯正邪黑白兩邊勢力懸殊。掀開肥貓神秘面紗，由慈祥嘅老人家到殺父仇人，角色嘅反差令人陌生，見而生畏。相比起張衛健嘅錯愕，萬子一眼睇穿佢嘅假面具，從容不迫。